刘一鸣什么时候娶你？您胡说什么呢，老何？我是你爸。今天晚上准备怎么庆祝一下啊？来的正好。刘一鸣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可可？老何，给我闭嘴！我想好了，我要离开何家班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你在我身边，其实我很难熬过来。你更像是我的亲人，我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你，你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有什么用啊？这么多年，还抵不过你跟他见一面。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好好的想清楚，这一次离开，它只是暂时。我给你时间。来了。哎，来了，进来吧。好温馨啊！这里有你在海州家一样的感觉。想喝点什么？咖啡？不加糖。这儿可没那么讲究，只有3合1。我无所谓啊，在剧组生活惯了，不挑食不挑喝。这不是3合1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那一种。你不是要看我写的东西吗？给。我虽然不会写剧本啊，但是我很会看剧本。那我们先说好了，你可以提意见，但不许笑话我。你写的是喜剧？不是。无场次小剧场话剧，海风吹过。
感觉怎么样？这故事就这么结束了。嗯。有什么不对吗？那小妍和如风再一次站到了海宁的面前，结局呢？这就是结局。这不是结局，这叫开放式结局。后面的事儿就让观众自己去猜吧。你这叫忽悠观众，这叫结局落空，这叫对观众不负责任，对你笔下的角色不负责任。可能我这么说你会不太开心，但是我是为你好，也只有我能对你这么说。也不是。还有其他人看过这个本子？小贝看过。小贝是谁呀？他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？还有，我听说根本就没有小贝这个人。当然有。有他也不是你男朋友。故事的最后应该是这个样子：若干年后，如风他放弃了一切，不顾一切地回到了自己的故地，去寻找他心目中的海宁。但是当他回去以后，发现一切都晚了，物是人非，人去楼空。从此以后，如风走遍了千山万水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，他的心都快碎了。幸亏得到了星云之神的眷顾，就在那片海滩上，海妮出现在了如风的面前。那一刻，他们将所有的思念化成了一个深深的拥吻。那然后呢？海妮说：“现在不谈爱情。”不，你看过有哪一个童话的故事会有这么煞人风景的对话？然后他们当然是在一起，王子和公主是不会分开的，他们手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，两个人相爱一生，白头偕老。那小妍怎么办？小妍在一旁流着感动的泪水，为他们默默的祝福。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不简单。其实你冷静的想一下，以如风的性格，是不可能跟海宁永远在一起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他们一定会，肯定会，必须会。当如风跟海妮说要永远在一起的时候，海妮犹豫了，因为她知道如风就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，注定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地方，它是属于天空的。可海妮心里也清楚，她自己从来都不具备跟他一起飞翔的翅膀。你怎么没有翅膀？你如果没有翅膀，怎么从海州飞到北京来的？我们是在谈剧本。我跟你说的是剧本。如果海妮没有翅膀的话，怎么飞翔到她梦想的城市？可是同样在外漂泊了多年的海妮，心里也一样眷恋着她那荒芜了的家乡。如风也是，他也在眷恋着自己荒芜的家乡。展翅高飞的雄鹰又怎么了？他也需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，也需要有一个家。他为什么那么努力地在寻找自己的梦想之城？就是希望可以和他心爱的人幸福地在一起。但如果小妍也同时出现在海妮面前，也同样为了寻找海妮走遍了千山万水，更何况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是小妍陪着海妮度过的。那是恩情，它不是爱情。算了，
不管你最后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会接受，我都会祝你幸福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当你把这个剧本完成以后，我要来演，我演如风，你做导演。为什么一定要演如风？因为我就是如风，海妮一直在我心里。那你这次可能要失望了，因为我的毕业大戏一定要有研究生的资格才可以参演。饭要给我们表演一个少妇歌，你唱吗？我唱了。真美时刻。我说你怎么一天不见我就想我呀？以560元享受14天的真美旅程。快上网搜寻本季火热。我可想你了，我想直接把你拉出去毙了。毙了！我这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我怎么招惹你？你那叫不闻窗外事吗？你那叫净给我找事儿，还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呢。学习怎么给人找麻烦是吧？你看看你这人！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，演戏演了太长时间，把自己都演空了。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出去充电。正所谓是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要想再登高望远，必须更上一层。谁不让你上学了？我要的是提前打招呼。拜托你提前给我们这些幕后工作者打声招呼，行吗？都说了是暂时离开，你现在还是我们何家班的人呢啊 OK， 何总 ，I'm so sorry。马后炮，看什么呢？行啊，你刘一鸣，背着我接本子啦。我对何家班可是一心，忠贞不二。这是个话剧剧本。海风吹过，名字还不错。怎么啦？想演话剧了？我看看不行吗？行，那我先审审。这剧本谁写的？秘密。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梦妮吧。这剧本写的不对，还少了一个人物。Who？可可，那个陪伴了混蛋如风整整10年的可可。如风在梦想之城痛苦和挣扎的时候，并不是孤身一个人，他身边有一个叫可可的女孩，一直陪着他。在如风失意的时候，是可可在他身边，给他打气，告诉他在困难面前永远不能做一个逃兵。在如风得意的时候，又是可可在提醒他，不能得意忘形、骄傲自满，应该更加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。可可是那么的相信如风，就好像帮助如风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就是他生活的全部。他见证了如风整整10年的喜怒哀乐、成功和失败。可可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们的感情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来不敢多往前走一步，因为他害怕，他怕如风的拒绝，更害怕因为自己多走的这一步，就打破了他们原有的默契，所以他只有等。曾经，可可以为如风对他有过同样的感觉，但直到有一天，
海妮的再次出现。可可看见了如风的纠结，一边是等待了这么多年的爱情，一边是整整10年的患难与苦。I'm so sorry。你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是我的家人，一辈子。干嘛呢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在编故事呢，此情节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。有酒吗？我想喝点儿。